好啦，上集就講咗你好基礎嘅認知啦，咁今集都係基礎嘅 ，OK，咁但係講下啲深入少少嘅技術層面啦 ，OK，咁好啦，咁點解仲有人講加密貨幣係騙局咧？就係因為佢唔願意認知啦。咁但係當一個人真係好認真放低過去嘅諗法，去了解加密貨幣或者淨係了解比特幣啫，其實佢係會改觀嘅。好多人都係咁，而大部分人都懷疑或者唔信，甚至覺得係騙局嘅人呢，係佢冇放低以前嘅包袱啊。好簡單，我識得好多好叻嘅人，我識得一個係上市高手啦，嚟當即係嗰啲即係揸住幾間上市公司，又幫人做上市，以前喺投行出身嘅。咁佢都唔知咩叫加密貨幣，即係佢都仲係問點樣買咧？呢啲得唔得嘅咧？咁而我認識好多老闆啊，好多即係好有錢嘅人啊，都係唔敢掂加密貨幣，因為會覺得高風險啦，會覺得歸零啦，會覺得唔識啦。OK， 其實呢個就係嗰個認知嘅覺醒，即係佢唔願意去覺醒擁抱新嘅嘢。因為好簡單啦，譬如我用頭先嗰個上市高手，即係少少係學主啦嚇，即係嗰啲上主板、創業板啲學嘅學主啦。咁佢點解唔進入加密貨幣咧？唔係佢冇能力去投資喎，大把錢啦係嘛？唔係佢冇咁嘅投資嘅 sense、financial sense， 人哋投行出身嘅。咁點解佢唔願意接受咧？其中一個好大原因就係同我哋好多人嘅通病都一樣，佢唔願意放低一路以嚟佢成功嘅嘢啊。OK， 例如好簡單，一路以嚟成功嘅香港或者中國人係靠咩啊？就靠賣樓咯，即係好簡單啊！你諗下5年前，唔好話10年前啦，5年前，如果香港嘅人話同你講，我揸3至5層樓啊，咁其實你會點？有咩諗法啦？已經係覺得呢個係一個成功人士啦，係嘛？覺得呢個係有錢人啦，覺得呢個就係人生嘅終極目標啦。好啦，今日揸住3、5層樓咁，已經係咩啊？為負資產啦嚇，嗰啲咩鋪王，即係已經新世界已經要接近破產邊緣啦，個個都嗌晒救命啦。即係其實趨勢環境改變係會即係摧毀過往認知啊。咁而好多人就係因為唔肯放低呢個包袱，唔係佢冇能力，絕對同能力冇關，係願唔願意放低呢啲即係線性嘅一啲思維去擁抱新嘅嘢。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機會啦，因為仲未係 efficient 啊嘛。當加密貨幣，譬如好簡單，你強積金都可以投資加密貨幣，你個個人都一定係有掂過加密貨幣，問題係炒多炒少，好似港股好似美股咁樣咧，咁其實就冇機會㗎啦。唔係就好似而家我衝入去買美股，咁唔係話美股冇升啊，你買 AI 股都有得升啦。我買好多 Palantir 啊，買好多 AI 嘅，甚至 Tesla 啊，咁都有幾十% 嘅升幅啊。咁但係嗰個紅海就係每個人都接觸緊啊嘛，係嘛？即係個市場都已經 efficient 咗啦，已經係 optimize 咗啦，即係已經冇機會啊！簡單啲，你仲衝入去，仲邊有你揾錢嘅機會咧？係嘛？咁所以即係趁而家，如果真係你有聽到呢個錄音，唔係叫你即刻衝去買啊，又係嗰句啦，你即係開始了解下先。咁其中一個了解學習係最簡單係咩咧？攞5嚿水港幣，我往後都會教下點樣開戶口啊成啊。咁啊真係唔係買5嚿水港幣嘅 Bitcoin 咯，係嘛？你唔係要買一粒噶嘛，一粒80幾萬港幣咁，但係你可以拆散買一個叫1個 Satoshi 嘅單位。即係0之後嘅9個位，即係1億分之一，你可以買1億分之一嘅 Bitcoin 噶嘛，係嘛？即係你500蚊你都買到 Bitcoin 嘅港幣。當你買咗持有咗，你就會開始留意呢件事，咁你咪開始展開你嘅學習嘅過程先咯。跟住學到某一個位啦，你有信心啦，就加倉，甚至最簡單嘅就係你平均成本法 keep 住買，跟住。有個 inactive 嘅就係，總之佢一冧到去恐慌指數，去到恐懼嘅話咧，你就 double 或者 triple， 咁你 keep 住咁樣做5至10年，保證你跑贏所有嘢，跑贏買樓，跑贏大部分嘅股票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先講 Bitcoin 啦。咁
因為始終我又未係去到全職講加密貨幣啦，因為我定位都係講財務自由，因為我都會做生意啦，咁啊我會講下啲心態嘅嘢啦，因為過往20年我都係喺呢方面接觸啊，教好多人嘅培訓啦，咁亦都係啲靈性成長啊，所以我就係比較唔會淨係講Bitcoin 或研究一個項目研究好徹底，又唔係嗰樣嘢。咁我會用一個即係我自己嘅語言去解釋呢樣嘢。咁加密貨幣入邊咧，先理解嘅就係比特幣。OK，因為比特幣就係可以話係全部咁滯㗎啦。OK，因為比特幣佔咗成個加密貨幣嘅市值係64%，即係基本上你 Bitcoin 係佔主導㗎啦。OK，咁你學咧一定係從 Bitcoin 學起。千祈唔好玩嗰啲咩 meme coin 啊、迷因幣啊、嗰啲咩項目啊，定有人話你一夜爆10000倍啊，即係嗰啲你不如去賭場買維息咪 OK 咯，咁實會開維息㗎，實有人買中維息㗎，咁但係嗰個係咪令到你改變人生？Hello， 多謝你聽到呢度啊！如果想繼續聽埋落去呢，歡迎去 Patreon 登記會員啦，亦都有更多深入嘅內容，同埋我哋係一個靈性同財富自由雙收嘅一個 community 啊！期待見到大家，拜拜。